箴言和合本第16章1至33節，心中的謀算在乎人，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，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。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，你所謀的就必成立。耶和華所做的各悉其用，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日子所做。凡心裏該傲的，為耶和華所憎惡，雖然連手他必不免受罰。因憐憫誠實，罪孽得贖，敬畏耶和華的，遠離惡事。人所行的，若蒙耶和華喜悅，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。多有財利，行事不義，不如少有財利，行事公義。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，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。王的嘴中有神語，審判之時，他的口必不差錯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屬耶和華，囊中一切砝碼都為他所定。作惡為王所憎惡，因國位是靠公義堅立。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，說正直話的為王所喜愛。王的震怒如殺人的使者，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。王的臉光使人有生命，王的恩典好像春雲時雨。得智慧勝似得金子，選聰明強如選銀子。正直人的道是遠離惡事，謹守己路的是保存性命。該傲在敗壞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心裏謙卑與窮乏人來往，強如將擄物與該傲人同分。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，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。心中有智慧，必稱為通達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學問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懲治。智慧人的心教訓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長學問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覺甘甜，使骨得醫治。有一條路，人以為正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。勞力人的胃口使他勞力，因為他的口腹催逼他。匪徒圖謀奸惡，嘴上仿佛有燒焦的火。乖僻人播散紛爭，傳舌的離間密友。強暴人誘惑鄰舍，領他走不善之道。眼目緊合的圖謀乖僻，嘴唇緊閉的成就邪惡。白髮是榮耀的冠冕，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着。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，自服己心的強如取城。籤放在懷裏，定是由耶和華。